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11日，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安尼讲：愿赐平安的上帝，亲身甲恁完全圣化，互恁的灵魂甲体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，得到保全，无通嫌。三角来祈祷，要互阮完全圣化，伫主来的时，得到保全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圣、至大、通行位、满有荣光的上帝。你是赐平安的主，是生命的源头。主啊，愿用敬畏甲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要来称颂你的圣洁，学了你的信息，感谢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感谢你藉着耶稣基督来互阮得拯救。主啊，愿你帮助阮，靠你来成圣，因为毋是靠阮的意志，也毋是靠家己的困难，乃是出自你恩典的疼。主啊，求你日日更新阮的生命，互阮无效法这个世界，咱是伫你的真理中受捏造甲清气，互阮的灵魂体，通伫基督来的时得到保全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